啦，这个过年期间，高速公路顶嘛发生几啊件车祸，造成着大塞车。伫伫高速公路顶的物件，更加是危害安全的无定时的炸弹。高公局上新的统计，这个去年物件伫伫高速公路顶的件数都增加5000件。伫上介多就是轮胎皮。一颗一颗的，好可怕！物件向飞来的国道，这不定时的炸弹，就是危害安全的物件。从国道上捡来千百种奇怪的物品，都会集中在这个公务段哦。那么第一名最常见的就是像这样的轮胎皮，第二名就是塑胶类，第三名呢，在捡到之后还要必须等待主人来认领，就是像金属类的车牌。不过呢，还有一种是公务段人员最棘手、最难处理。高速公路的底和干部人员上歹处理。活的东西确实是比较麻烦，因为我们捡过像有误闯到国道的牛只啦，先联络看有没有相关的失主。咱伫高速公路的物件，一年比一年较离奇嘛，愈来愈多。依照统计，106年有42000多件，107年减少1000件，108年继续减少，延过到去年又搁向增加5000件。为国土警察开单的数字来看，嘛同款，去年开单的件数比前年加4000件。车胎的部分可能就是那个货车它用的是什么再生胎或怎么样，然后车胎爆裂。高度警察人员讲，会增加的原因，就是讲加强执法，还有驾驶人透过行车记录器就会使检举。是讲车顶的物件，你若落伫高速公路，上济会使罚18000块。所以讲，为了卖开这个钱，上路前上好详细检查，把握好，唔通变成高速公路顶无定时炸弹。